歡迎乘搭高速鐵路前往廣州南。下一站廣州南。今日一齊嚟體驗一下從香港坐高鐵嚟中山海亞繽紛城。到站前先會睇到南頭高速收費站。我哋屋苑就係南頭收費站出口，所以交通非常方便。我哋到南頭站啦。從香港西九龍過嚟廣州南站45分鐘，然後站內換乘一趟城軌17分鐘就到啦。一出站就係我哋屋苑。個鹹蛋黃好正啊！呢一棟是喜來登5星級酒店。再換個角度睇睇，哈哈哈！我哋嘅商場今年就可以開業啦，非常期待。